说水较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过年时啊，每一天拢有每一天的工课爱无样。过年闹热咯，初二、初三咱伫咧讲，初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。这句话对倒位来？国情今日研究出来，对清朝时代乾隆军60年一本《坤辛风俗志》。咱知影坤辛。台南南昆辛记载南部的风俗，到这首初一直念到15个歌谣。内底昆辛风俗志记载是讲：初一早、初二卡、初三困甲饱，初四神下降，初五假开。咱知影讲初一是安怎爱早，初二是安怎爱卡。煞唔知影行村有诶行庙，有诶亲戚朋友来拜访，当然就爱早早起。尤其初二，查某囝囝婿转来伫咧闹热，爱食一个卡。初早过来，初二卡，到初三无闲甲紧啊啦！过年前利是送神、摒扫清屯，一直到这当阵，初三就是爱休一天啊，困甲饱。过来初四又搁爱无闲，又搁有工课爱发挥安尼。因为初四就是神下降，即摆咱讲初四接神。啊，毋过咱嘛知讲正月初一日，即摆台湾民间大家都伫咧开厅门，都伫咧接财神。毋则会讲过年夜迄天二九暝，乒乒乓乓四界都咧放炮。到初五或者初五假开，初五吼爱当店啊，过来日日爱无闲啊，无通讲逐工伫咧过年，无通讲天天二九暝。啊，咱知影哦，咱知影讲即条初二、初三一直念到15，正月时啊的歌谣。落尾，咱台湾歌谣研究的专家简尚林老师有甲作曲，号名叫做正月调。我哪有得奖了呢？这是南部南昆辛的风俗，初二一直到初三，安尼讲来到15元宵暝。毋过北部有几句啊无共，国情原来研究出来，和你互相探讨。国情找到是台湾省通志。这国民党来了后所编的册，我哪有记载？南部讲南昆辛，北部讲倒位？北部讲艋舺，艋舺就咧念这条正月调，正月的歌谣。头前3句了啊无相像。初一场，初二场，初三鸟鼠啊带新娘。有啦，初一留伫个场面啦，都亲戚50来咱斗坐来拜访，你敢会当无穿一个较青草咧？初二同款嘛是有场面，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查某囝囝婿转来拜，转来厝里伫咧闹热，嘛是爱穿互伊食一个好的。过来初三，是安那？初三鸟鼠啊带新娘，即马吼以现代角度来解说，无啥相差啦。甲初三困较饱，意思真相像啦。初三人类若困较饱，换咱天棚顶的鸟鼠啊，伫咧无闲，换互伊去带新娘啦。艋舺，搁落去初四、初五，原来讲接神，原来讲假开呢。可见讲台湾南北二路风俗是接近啊接近，真趣味啦。